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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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好，勇敢走出去。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好，休息一下。等一下，等什么？不是啦，哦，好，杀了，点乐回应，点乐回应，整首吧，就是副歌比较明显，长音吧。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时候，让我们同起立，从座位上面起来，来站立敬拜我们上帝。诗篇97篇说：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万民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可畏，愿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可华美在你圣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连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可华美在你圣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你面前欢呼。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你面前欢呼。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让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耶和华，全地都要来赞美你，习在永在的君王，永远坐在宝座上。神在，神在，全地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圣哉，圣哉！主，你配得我们尊崇和赞美，我们要与万物一同来敬拜你。神在，神在，全地长，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你是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你是
敬拜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万物敬拜你。神在，神在，全地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
今我欢喜前来，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按着你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女的福分，使我们能因信称义，站在你丰富的恩典之中。然而我们常常在暗处得罪你，在无知中得罪你，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自洁，脱去罪的辖制，赦免我们一切的恶行，学习依赖你的大能大力，穿戴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魔鬼的诡计。主啊，祈求你赐下圣灵，更新我们，恢复我们与你中间破碎的关系，使我们的信仰与生活能成为一体，天天存着敬畏的心，明白天父的心意。亲爱的天父，欢迎你来，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许多烦恼重担求你承担，此时让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求你高抹传道的口，使他所说的话带有圣灵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求主开我们的耳，借着主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成为遵行主话语而蒙福的人。最后，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第一位是山井红尘弟兄，他是王良如姐妹的朋友，好，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欢迎。那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也跟他握手。那我们还有2位新朋友哦，是温小书跟尚金慧，他是旺盛的朋友，他们从杭州过来。我们左右的朋友也跟他握手致意一下。还有其他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新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让我们在会后再彼此请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环境主日。下周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也是圣灵降临节。下周举行圣礼典，请预备心。6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5月25日到6月6日，许牧师、师母及本会兄姐共有20位在以色列参加特会，请为出入平安代祷。6月7日端午节，办公室放假1天，祷告会暂停1次。6月8日晚上7点，宣教事工部举办宣教讲座，欢迎兄姐踊跃参加。6月15日上午9点半，关怀事工部举办关怀讲座，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6月15日下午1点，在礼拜堂举行音控影音同工训练，此次为新设备更换之教学，请音控影音同工及各团系代表务必参加。
另外，也欢迎有兴趣服侍的兄姐报名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已经进入出埃及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攻读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在和修本圣经新约206页。《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新约206页。使徒行传16章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狱警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警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面前。然后狱警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警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所有的家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狱警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的人因为信了上帝，都满心喜乐。再来，我们攻读本周的金句，在周报第1页的下方，我念一次，我们一起同心念2次。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愿神祝福听他的话并且去行的人。正道，今天传道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侧耳而听。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上帝的家中，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愿主真的是让士林教会让你感觉有像在家被接纳的感觉。我们今天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的环境主日，我们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开始开冷气了没有？有没有人家中你还没有开始开冷气的？哇，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省电哦，很关心地球环保。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年特别的热啊？今年的确是在整个气温当中是暖冬，但在几个地方我们已经发现，真是有这个破纪录的这个高的温度。譬如说，在4月的时候，就发现在越南的中部已经达到43度了。在5月中的时候，俄罗斯西北本来平均温度都差不多是10度、20度，今年竟然有达到31度。在上个礼拜，北海道某个地方也在接近海岸城市也达到40度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看这些地方，你可能每天你感觉到都已经觉得很热了，对不对？我们从这个非常小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我们感觉到这个气温真的是越来越高。科学家也跟我们讲到说，地球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真的是越来越高。因此，从1970年代开始，这个
WCC， 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的组织，就开始发现说，哇，这真的是地球上的这个环境啊，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关心你心灵的信仰，关心你跟人的道德的关系，我们也关心我们跟这个世界如何跟这个万物要如何好好的相处。因此，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回去读一下，在我们的圣经前面有所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其中有一段这样说：我们人类有文艺、有科学、有社会经济、有各种制度，但是人有罪，误用了这些恩赐，误用了这些制度，破坏了人跟万物、人跟上帝的关系。我想这段信仰告白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跟激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跟人的事情，不只关心我们灵性上面的事情，我们也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周围，我们希望我们尽到我们对这个万物有一个好的责任。上个礼拜我到菜市场，那跟这个菜贩买了一根萝卜，他就给我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塑胶袋，我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不用，我这边我这个袋子可以装。”她说：“你的袋子太小了。”她就一直要塞给我这个塑胶袋。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家很近，我用手拿着就好。”所以我用手拿着一个萝卜回家。她说：“你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多用一个塑胶袋呢？方便。”但是兄弟姐妹，希望我们在我们不论是我们关心一个更大的能源的地球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他的好管家。我们特别在右边这张图，你会看到这个是北极圈，在接近挪威的一个群岛，在100年之间，哇，这个冰河已经完全的消融了。你现在只看得到山了，已经没有冰河了。所以你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冰河的话，赶快去，因为可能再过5年、10年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我们要来阅读的这段经节，我们从我们的环境主日，我想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人类要专心倾听这个自然界的声音，专心倾听万物的声音。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事实上也是一段非常认真要聆听上帝话语的过程。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我们开始阅读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从《使徒行传》大概11章开始出现，就是上帝的仆人保罗。上帝的仆人保罗，他被悔改以后，开始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而且被圣灵差遣到外邦去传道。他带着非常大的能力，到犹太人的地方，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给这样的人，并且有神迹跟奇事随着他所传的道。他不但有聪明的理性，用口才，用圣经跟人辩论，并且有圣灵的能力随着他所传的道。他为人按手，人的病就好；他斥责污鬼，就离开了那些人。因此，我们看到有这样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让人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而且我们说《使徒行传》不只是人所写出来的，我们说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是一本圣灵的书，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带着众教会，带着众使徒一起传福音，达到外邦。那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坐着船，他听到了有声音，是从亚洲来的声音。他听到有一段异象，是一个马其顿人说：“请你来帮助我们。”因此，他就从欧洲坐船，被门徒们所差遣，坐到了这个亚洲的地方。这时候，这一站《使徒行传》16章已经来到了腓立比。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征战。这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传福音，而是到了外邦人的圈子里面传福音。他们说，有一天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村里面有一个非常让他们吓到的一个情况。他说，有一个好像精神病的一个女孩子，对，我们经文没有多描写，但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披头散发，可能是大声呼叫，在这个街上。好像会为人家讲预言，会想起一些隐秘的事，是人所不知道的。他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在那边传福音，就大声，这个女孩子用大声的喊叫说：“至高上帝的仆人啊，这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保罗都还没有宣教，这个被污鬼附着这个女孩子已经帮他们在宣教了。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特别。如果在其他经文的话，保罗有时候直接斥责这样的人，说：“这个鬼啊，你赶快出来！”如果根据经文来描写的话，这个使女被污鬼附身啊，这是被一个蛇的灵所附身的。但如果我们更仔细阅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灵性的，我们看不到灵性的征战，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外邦里面，我们看到背后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民间信仰部分，就是跟这个金钱是挂钩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在后面操控他的这个主人是利用这个使女她所讲出来的一些特别话来赚钱。保罗按兵不动，他没有马上处理，但是过几天之后他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使女啊，这个女孩子一直跟在他旁边，一直跟旁边的人宣传福音，说这两个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这两个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保罗就命令这个污鬼出来。这个女孩子马上恢复了精神正常的状况。我们想，不知道是保罗的灵性的大能力使这个污秽的灵马上出来，还是这个女孩子她原本在灵性跟理智上的错乱，马上被斥责、被医治。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是这个她的主人啊，他没有钱可以赚了，因为这个女孩子恢复正常的作为了。哇！这时候保罗跟彼得他们被关下监，而且被打了许多棍。经文描写被打了许多棍，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描写。你如果了解这个圣经的背景的话，被打这个棍子啊，这个棍子跟耶稣当时候要钉十字架之前被打的那个棍子可能是很类似的，是一个长长的棍子，上面是皮鞭，可能还有倒钩，而且可能是打了40下减1下，打了39下。保罗跟希拉被重重打了之后，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原本是要做一件好的事情，他们来到这个外邦的地方，发现不只是这个地方好像被牛鬼蛇神的势力所侵占，而且看到人的生命好像是被压制的，是比较有财富的人竟然可以去压制那些受苦的人，而且利用他们的肉体，利用他们的精神来赚钱，有一个极大的灵性以及社会的错乱在当中。保罗看到非常愤怒，因此用上帝的福音想要传给这个地方。没想到他们就因为触动了当时候会得到利益的人，因此他们被关在监里面。经文描写说，他们被打了许多棍，他们被下在监里，甚至他们的2只脚被拴在木栓的上面。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当中你有没有这种被囚禁或者被关起来的感觉？我自己没有机会到监狱里面，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很类似经验，是在当兵的时候。当兵的时候，特别是要收假的时候，星期日晚上，知道晚上7点要点名，下午1点就已经准备坐车了。哇，这个当5点到军营里面的时候，哇，大家都这个脸啊全部拉下来，但每个人的脸都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不是因为涂了伪装的迷彩膏，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说，哇，怎么又来到这个当兵人号称好像来到火星啊，好像来到另一个星球，好像被囚禁的那种感觉。我想保罗跟希拉他们的那种感觉是更加的深刻的。他们不只是暂时被囚禁，而是他们身体真的是受鞭伤，他们被关到这个监狱当中，2脚被囚禁。你可以想象那个监狱的味道，你可以想象那个监狱的感觉，你可以想象那个监狱的气味，你可以想象那个监狱的气氛，你可以想象监狱里面的人都在讲什么话。可能有许多咒骂的话，可能有许多非常粗鲁的玩笑的话，可能有许多对生命没有盼望的话在里面。保罗跟希拉开始宣教的第2站，就碰到了这样的挫折。我不知道当你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能够赞美吗？你能够快乐吗？当你说，主啊，你带我到一个丰盛的地方，可能上帝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关系当中给你一个很大的顺利跟恩赐，但忽然你陷入了一个困境当中，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的身体陷入疾病当中，你的精神陷入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处理，甚至是整个大环境你所不能够控制的地方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刺激1995》啊，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是这个摩根·费里曼所演的《刺激1995》，因为它是在1994年的时候拍的，所以在台湾的电影把它翻作《刺激1995》。如果看到这一部电影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一部电影是在描写一个在监狱当中所囚禁的一个律师，他其实没有罪，但是他竟然就是被人陷害而站在这个监狱当中。其中有一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他第一天进入监狱的时候，哇，这个也是像保罗跟希拉一样，被人羞辱，被人用强力的水柱冲，被这个狱卒用这个非常非常奸恶、非常难听的话所辱骂，但是而且吃的东西是非常的难堪的一种食物。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难堪的时候，而是当晚点名结束，他每个人进入自己的浴室，进入自己的监牢，监狱的大门砰关起来的时候，那种寂静让每一个人心中那个最深的那种害怕、最深的那种痛苦都显露出来了。因此在这个电影当中，当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想被关入这个监牢的很多都是重刑犯是这个十恶不赦的，但是在第一天关入监狱的时候，竟然有人大声的哭嚎了出来，有人哭了出来，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当中，保罗跟希拉可能就是面对这种极其压迫、极其困难的这种气氛，这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时候，保罗跟希拉做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也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他们可能心中有很多怀疑，说我怎么会遭遇这种事情呢？甚至许多人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互相指责。有一个经验谈是这样说，这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是一个经验谈，说朋友特别是很好的朋友，最好租屋的时候不要住在一起，因为很有可能会反目成仇。这不是一个真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生命的场合，常常会碰到这种状况。本来两个很好的朋友，互相吃饭聊天，聊生命的计划都很好，但是一旦要住在一起，或者是成为很亲密的工作甚至居住的伙伴的时候，哇，生活当中的好多细节就出来了，对不对？谁来打扫浴室？谁来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半夜11点的时候怎么有声音还出来？怎么会这么吵？到底该告诉他还是不该告诉他？对不对？有好多这种微小的这种冲突就起来了。你想保罗跟希拉会不会面对？他们原本是带着非常大的热忱去宣教的，没想到到了宣教的第二站就碰到这样的状况，他们会不会互相指责？保罗你干嘛叫那个鬼出来？你就安静不就没事了？你怎么那么啰嗦？你想希拉会不会责备他？但是在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是保罗跟希拉，他们竟然在这种极其困难、受压迫、充满着各种很难闻的气味跟气氛当中，他们就开始赞美上帝，他们就开始祷告。经文没有描写他们用什么样的歌曲来祷告、来赞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他们的歌声并不是很清脆，他们歌声可能不是很雄壮威武，他们也没有很大的编制，甚至他们的和音可能很不准，但是他们所唱的歌竟然让众囚犯侧耳而听。他们可能唱了什么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说不定他们这样唱了这样的歌，在诗篇119篇，因为犹太人都熟记诗篇150篇，我们来念这段经节，诗篇119篇60到62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夜半起来称颂你。他们可能就是用这样的诗篇，甚至可能引用以赛亚书，引用其他的诗篇，开始在赞美。他说：恶人的绳索虽然围绕我，但是主啊，我因为你的公义，我夜半起来赞美你。我虽然在这种困难的当中，但是主啊，我来赞美你。我在想象这段经节的时候，我想众囚犯会侧耳而听，
我想不一定是他们的歌声很好，经文从来没有记载保罗的歌声怎么样。但是我想很有可能是一件事情，是他们在这个可能是充满各种恶毒咒骂，可能充满各种我们说这个负面气氛跟负面思想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美好的歌声跟歌词传出，竟然有这样充满盼望的声音传出，竟然有这样和谐的赞美的声音所传出，众囚犯都侧耳而听。兄弟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生命你正面临怎么样的状况，你可能没有机会当过兵，你也没有机会陷入监牢，但是你的心情、你的生命的环境，甚至你所看到的整个大环境，有时候你也会不会感觉在一种捆锁当中，会不会在一种压抑的气氛当中，会不会有时候是想让你哭，但是你哭不出来的时候，在夜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在过几天是我们整个华人世界都很关心的6·4天安门30年的这个事件。我们历史正在继续评价这件事件，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人的关心这件事件，因为许多人都希望在中国这块土地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人权的自由，有更多的报章杂志的自由，甚至是以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有更多传播福音这样的自由。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非常大的开放。因此，我想许多兄弟姐妹，甚至是许多的教会，仍然在这样的压迫当中在受苦。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我讲到社会经济的压迫，或者是你说我管不到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压迫，会不会是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你说哇，怎么辛苦都是我，怎么负责任的都是我，为什么我叫你做事你都不做？我觉得责任都在我们身上。我想兄弟姐妹，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事情，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要归咎责任。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还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箭头指来指去。的确，我们在生命的这样的律法跟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厘清责任，这是很清楚的。我们有公义的地方，我们不公义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厘清责任。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沟通还不够。如果只有归咎责任，只有说这是你的跟我的，那你尽完你的责任，我尽我的责任就好了。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的生命的互动。因此在有的沟通的里面跟聆听的当中，我们有讲到几种聆听跟沟通的方法。这不是真理，但是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几种沟通。我们想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你面临的是哪一种沟通？第一种是天气型的沟通，也是最粗浅的沟通。今天天气很好哦，看到你拎一个东西，你要去买东西哦。这种沟通我最会，因为我常常碰到兄弟姐妹，我不一定对我们的生命处境更了解，但是今天天气很好哦，你最近怎么样？这是最粗浅的沟通，但是这是我们想要跟人连结的第一步，对吗？但是这种沟通还不够，你也会感觉说，老师都在讲天气，你会很闷，对不对？今天太阳就出来，不然还要怎么样？因此我们知道这种粗浅的沟通还不够。第二种是控制型的沟通，这种控制型的沟通其实后面也是带着爱，但是有时候会用一种指责的言语出来，跟你讲过多少遍，你就是不听，都没有用。或者是我们想让人更好，但是用一种指责方式，哎呀，你真没用啊！哎呀，你怎么那么差啊？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很正面的想法，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正面肯定的言语呢？我们不会说，你做得不错，但是你可以更好一点。我们常常讲话很快，对不对？常常会用这种负面的言语，就不小心出来了。有时候会不小心用这种负面的言语想要控制别人。我们讲说这是控制性的沟通。第三个，我们讲到说这个是一种远景型的沟通。其实这个原本也是好的，是想要获取更多的资讯，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呢，好像变成在质问人：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对家人这样讲，其实意思是担心呐，对不对？哇，现在好晚了，你是要跟哪些朋友出去啊？
有点担心呢，你最近你的健康状况好像不是很好哦，你好像应该多睡觉。但是我们用这种质问是，那么晚你要去哪里？或者是说，我们跟一个人聊天聊很久，不知道是在那边绕来绕去，好像那边猜拳，剪刀石头布，对不对？你猜你的，我猜我的，你到底想要讲什么？有时候用这种质问式的，其实带着后面也是带着很多的爱，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变成一种质问别人的言语。第4个是我们渐渐希望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或一个比较正面的沟通，一个是重点型的，或者是比较深入的沟通型。我听到你其实很悲伤，你会不会有时候听到有些人是笑着讲话，但是你听着听着不对呢？他怎么在讲起他小时候被遭遇的一种很困苦的事情？他说但是没关系啊，我现在已经走过来了。但是你如果可以听出他生命当中的无奈，你跟他说：“我感觉到你生命当中好悲伤。”哇，听到这样的人，可能突然有一种被懂的感觉，被接住的感觉。我好像想要隐藏我的困难，但是你却听到我心里的感觉。第2个，有没有可能有这样？有这样的梦想其实很不简单呢。我会感觉有些人时常在做白日梦，你就跟他说：“你真是不切实际。”但是你如果有没有更深的听到他说：“原来他对自己有这个这么深的期待，原来他希望对人、对世界希望有一个这么大的贡献。”你对他说：“有这样的梦想其实不简单。”但是，你有没有一些更实际的方法？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这是重点型的沟通。第5个也是这是我们在保罗跟希拉身上看到的见证，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生命当中渐渐有这样的沟通。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患病的人来跟耶稣祈祷说：“主啊，你来救我的孩子。”耶稣跟他说：“你要有信心。”没想到这个人很诚实的跟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不够啊，求你来帮助我。我的信不够，求你来帮助我。”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个人的对话有好像一个很诚实的一个生命交流。他知道他的信心不足，所以就这样非常的诚实的跟主来说了。因此我们在讲到生命型的沟通，是不是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不是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希望你真的有一个能够跟你一起祷告，跟你一起分享你生命当中脆弱的事情，你不能担当的事情，甚至你常常会犯错的事情？是不是有这样一位朋友，让你能够倾听你，而且让你说出你真实的软弱，不是一直说我好有信心。第2个，连耶稣也这样告白，当他在即将上十字架前，他这样祷告：“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你知道吗？在耶稣的人性里面，甚至他成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当他披戴了人的肉身的时候，他一样跟我们承认他有肉身的软弱，他会渴，他会饿，他会害怕上十字架。你想过耶稣会害怕吗？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多经历这种重点型，或者是进入到生命型的这种沟通，让我们真正把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情况吐露出来，但是也让我们在跟朋友以及在跟上帝的沟通当中，求主让我们在这种沟通当中渐渐的恢复我们心里跟心中的力量。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相信保罗跟希拉他们也有这样生命的沟通，他们知道他们很软弱，他们知道他们碰到了困难，但是他们在监狱当中或许是这样微弱的赞美跟祈祷的声音，却引起了众囚犯一起来听，一起来听。因此我们继续从这段经我们深入来看，他们不止互相倾听，不止众囚犯来听，而且他们聆听到圣灵的声音，也因此在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更深的听到人深处的声音。我们在这段经我们看到一段非常让人振奋的消息，就是当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越唱越大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越唱越有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神迹出现了，这时候地大震动，甚至他们脚上的这个木栓打开了。我们看到赞美的时候带来极大的力量，
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有没有一首诗歌，有没有你听过的一首诗歌，你在心里会暗暗唱的诗歌，曾经带给你极大的力量，曾经带你从那种捆绑当中脱离出来。在这时候，我们也想到，在很有名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牧师潘霍华，这是在2次大战的当中的一位牧师。他在1944年的时候被纳粹关入监狱。但是他在被关入监狱的时候，他总共写了7首诗歌，在这几首诗歌当中，你看不到失望，你看不到愤怒，你看不到批判。虽然这个人他是准备刺杀希特勒的，但是他没有成功。但是这位牧师他在狱中写下许多美好的诗篇，其中一首叫做《所有美善力量》。在最后一节歌词，他是这样说的：所有美善力量奇妙的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在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在这种痛苦的时候，我们看到潘霍华给我们几个极大的力量。他好像是现代的保罗跟希拉一样，他在狱中不是咒诅，他在狱中他给他的那个盼望，不是一种空的，不是一种相信正面力量的盼望，他是真正在那种充满压迫的当中，上帝给他这首充满力量的诗歌。兄弟姐妹，希望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一首诗歌，能够激励你，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我们从黑暗当中捆绑出来。当发生这个极大的神迹的时候，这个没想到有人心急了，就是这个顾监牢的这个人，他说惨了惨了，众囚犯都惨了，该怎么办啊？他准备要，这个经文说他准备要自杀了，因为他知道他工作将要不保了。但是保罗跟希拉赶快阻止他说：“你不要杀自己，我们都在这边。”这时候经文描写说，他跪到这个保罗跟希拉的面前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你知道我成为基督徒的这一段时间，不敢说很久，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当我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大家大概问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说：“奇怪，做基督徒哦，你说你要当牧师哦，当牧师可不可以结婚？请问你当牧师是当牧师还是当神父？好像都穿黑色的袍子都一样哈。”大部分人对基督信仰都有一种好奇，但是会从旁边来问，不会问信仰非常深入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这个应该是一个罗马人，他为什么会马上问说：“我该怎么样才能得救呢？”我们相信他问的事实上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他问的很有可能是说：“惨了，我要怎么样我才能保住我的职位呢？”哇，这两个人好像你怎么唱歌就让地大震动啦？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哇，我好害怕，请你不要杀我，小弟这个家里还有妻儿要养啊。他在讲的是可能是这个，但是保罗这时候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虽然不是问的一个信仰的问题，但是他发现哇，你知道要怎么得救吗？那我来告诉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你知道吗？保罗很巧妙的使用了他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但是他非常单刀的植入话，他发现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啊。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当得救。”他没有告诉说你的职位该怎么保，也没有告诉说你的生活该怎么办。但他说：“我在这边呢，你的职位不好，不会不保，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更好的礼物。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兄弟姐妹，在我们生命的有些时刻，上帝会不会突然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我不是在问一个信仰的问题，我也没有在追寻上帝，但是上帝这时候已经在找你了，他已经要得到你了，而且要好像重重的敲击你，告诉你你要来到我的身边。我们也想到，这一定不是保罗个人的感动，或者是他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样的故事，我们想说：这些只有那些牧师、宣教师还是保罗，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已。其实不是。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5章11到12节。
相反的，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跟奇事。在这一段稍早的经节当中，他们还没有被差遣，保罗跟希拉。但是后来他们在宣教过程当中，他们遭遇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有人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应该受割礼吧？”有人说：“这些人不可以吃猪肉啊。”因为从以前圣经有规定猪肉是不能吃的。但这时候保罗跟他的弟兄们在许多的辩论当中，保罗跟他们见证，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相信来到使徒行传这16章，保罗是已经经过一个宣教的过程了，他不是突然被圣灵感动他就有信心。我相信是许多弟兄姐妹在为他们祷告，在为他们祷告。因此我想这边也让我们再看到一件事情，你说你很没有信心吗？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吗？求你姐妹勇敢的跟我们身边的人见证吧，不是你要很棒你来传福音，是你一边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这些跟你传福音给他们的人，在跟你自己传福音。上帝借着外邦人再一次对众教会来说话。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几个同工到马来西亚，我们有1-2天的时间学习到外面去做布道，是发福音单张给人。这个福音单让我打开也很有意思，里面讲到不可以赌博，不可以喝酒。原来这个是配合这边的状况。你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法律的国家，因此你不能随便跟人传福音的。还好我们也不懂马来文，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华人的社区来跟他们传福音，但是还是要辨别，因为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是混居在一起的。这时候，当我们有几个同工一边在街上拿着福音单张一边走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哇，看到那边，哇，看到大户人家，但是有养3只狗啊！我们福音单张还在门口的时候，人还没出来，狗就已经出来要咬我们的福音单了。我们在这种不敢说是一个很大的伟大的宣教行动，但是在一个宣教的体验当中，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稍微的跨出自己的脚步。但是一个更大的感觉，不是我们进行多伟大的宣教的行动，因为真正在宣教的是那边的基督徒跟那边的教会。但是我们感觉到上帝好像在跟我们说话，上帝好像要我们脱离自己的思想，说好像拿着福音单张，你如果现在到士林捷运门口，你拿一个教会的福音单给他，他可能90%的几率是把它丢在地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一边在进行宣教的时候，不论你是用怎么样的方式，上帝也一起在对你说话。而且我们在进行宣教的行动的时候，兄弟姐妹，我想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感动、个人的心动。我说其他人都不宣教，我来宣，不是这样，而是当你有任何感动的时候，请你跟你弟兄姐妹分享，请你跟教会来分享，请你跟长子来分享，哪怕是那么一个小小的行动。因为我们在继续宣教的时候，不是我们拥有真理的全部，而是上帝让我们渐渐了解，原来他的真理是这么的大。因此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继续来思想，有没有一首歌是它的歌词与旋律能够感动你？它是不是能够带给你一个极大的力量，带你突破生命当中的困境？第二个，我们刚刚在讲的几种的沟通方式当中，有没有哪一种沟通方式是你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比较常经历的？你与人的这样的沟通，还是这样的聆听，是否有一个改善的空间呢？第三个，我们在讲到整体教会在见堂见人的这样宣教当中，你还是孤单的吗？你能够有怎么样的参与，怎么样付出，怎么样行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知道你愿意万人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差遣你的使者越过海峡，越过监狱，越过文化，甚至是越过教会的传统。因为主啊，你自己的心意是世界上不论是哪一种宗教、哪一种语言，生活在怎么样处境的，都是你的自己的孩子。所以主，我恳求你更多来帮助，来差遣我们。主，你来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与人沟通的方法，甚至调整主啊，我们那种过于保守、要拒人于外面的那种态度。主啊，你使我们有你的心，主啊，你也挑战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向人来传福音。主，我也恳求你使我们生命当中极深的来经历敬拜你的那种感动，你让我们极深的来经历爱你的那种火热。你也再次使我们的心里与我们的行动当中都经历使徒行传所讲的这样翻转世界的一群人，翻转世界这样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天父，你也知道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有许多属于你的孩子。求你姐妹，要是在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你心里你今天听了上帝的话，你心里有渴望的，你觉得上帝在你对你说话的，请你这时候在心里你也跟我一起来默念：主耶稣，请你救我。主耶稣，请你救我。主耶稣，请你救我。天父，我恳求你圣灵的能力真的是运行在我们身上。主，你也看顾每一个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知道信你是世界上美得无比的福分。愿我们成为你的殿，成为向万人见证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让我们一同起立，用诗歌来回应。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用新生命充满我心，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殿，
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会众请坐，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后，请传道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让我们今天听到救恩的话，就让我们的耳开，就让我们的心明，就让圣灵主你再一次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成为聆听话语，也成为传扬你话语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保守与医治，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门。会众请坐，默祷。今天的礼拜在殿乐后结束，祝福大家平安。我并不完美，也并不
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test test， 1 2 3 4 1 2 3 4 test test test。1 2 3，要这么近？喂，1 2 3。更大一点，但是你后来没有更没有动，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啊。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三甲组织来到主的圣殿。无论出日还是落雨，拢是主所赏赐的。咱爱为着安尼来感谢主。这是先献开咱的圣诗咱先唱177首，因为这条歌咱较毋捌唱吼。献开圣诗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咱每一日拢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感谢主，互咱有更新的生命。这条歌咱会唱第1节到第4节，因为第5节是差不多应该是圣餐日用的吼，所以咱今日就唱第1节到第4节。咱先甲歌词念一摆吼，来开始。第1节，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向前的时，相信疼痛会带来医治，安然休困。苦痛过去。第2节，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圣神宽容，逐时降落，通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仰望，忠心起坐。第3节，靠主圣神坚固咱心智，勇敢行出旧的过去。失望、罪过、忧伤拢脱离，对找新路，发现意义。第4节，永活的主做前带咱去，分享见证，疼痛作为。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换心万美。所以第4节上尾一字迄个换。头前3节拢是唱下面，就是那个 re 吼，然后到第4节时阵爱唱悬起来安尼吼，咱唱一摆就知影。吟全首吼，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向前的时。先献开圣诗15首，圣诗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这首歌第1节嘛是副歌吼，所以等于第1节会唱4摆就对。咱即马先甲迄个歌词念一摆吼。来第1节，万物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第2节，春天烧落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远来诚实的果子，逐项是主造伊。过来唱副歌吼。第3节吼，细蕊花草花拢在开。
主造因色之水，水者鸟仔在吟诗，主造细细的色。啊，共阮个副歌吼。啊，第4站，使咱目睭通观看，互咱喙唇唱歌。主大权能着传播，伊做万有极好。那个副歌，所以第1节等于唱失败吼。咱来吟全首。小路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本来城市的季节，当是主造伊。万物更变极美丽，我们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的慧，做蕊草花拢地开，铸造音色的水，水悄悄我的音息，铸造岁岁心。万物更变极美丽，我们无论大小。这万类充满微妙的慧，使咱目睭通观看，互咱喙唇唱歌，主大权能着传播，伊做万有极好，万物更变极美丽。我们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的慧。咱搁唱一摆吼。万物更变极美丽，我们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春天小路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本来城市的季节，当是主造伊。万物更变极美丽，我们无论大小。
咱大家聚集伫遮，同心来敬拜，高举耶和华的圣尊名，请奏乐。耶和华最王得着快乐，众海事得欢喜。圣诗第15首，请兄弟姊妹起立，同吟圣诗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至高至大的爸上帝，你是早之地、现在之地、永远之地的大主宰，佫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感谢你赐下你的圣囝救主耶稣基督，嘛是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为着阮世间人甘愿担当一切的罪过。互人定死你是价值，来成就上帝救赎的大恩典。正做阮世间人唯一的拯救甲盼望，互阮无搁受罪恶的管辖，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来到被上帝施恩宝座前，享受天父怜悯的疼痛，甲丰盛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娱乐入你的院，搁徛起你耶和华的厝内，永远追求你的面。上时也恳求爸上帝，求主阮活命甲快乐，帮助阮日日祈祷甲读经，甲主你三千军，互阮会当赢过试炼甲迷惑，无过过着惊吓挂虑的日子，重新得到快乐，像鹰鸟展翅飞悬，走也无夜，行也无神。伫这个弯巧别列圣经真理的时代，恳求圣神赐下属天的智慧甲信心，伫阮正属主儿女的身躯顶，互阮用快乐来面对严峻的环境甲凶恶的挑战，佫会当互阮活出基督徒的香气甲德行的生命，诚做世上的盐甲光。我伫遮更加恳求圣神的帮助甲扶持，互阮的国家的执政者甲民间的掌权的，拢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同行，共同为着台湾的将来发展改革来努力共同打拼。今仔日，咱大家已经看到，咱全新的教育馆渐渐接近完工。咱教会树林专营关怀校会嘛伫遮承接社区外展的关怀事工。这种种一切，拢显明咱的教会准备迎接一个新的意象甲新的方向。所以恳求圣神继续保守带领牧者团队的圣工推动，引带众兄弟姊妹行往宣扬救主耶稣福音的大使命。愿圣神帮助咱大家会当成做厝边亲情朋友的祝福，互救恩的大祝福广传于万世代。这是恳求圣神亲自保护照顾离家疗养的兄弟姊妹，或是离病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因阮知阮会唔甘。阮也要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来帮助因，互因忧伤痛悔的灵，会当得到圣神的安慰、甲帮助、甲医治。而这个成为主日，会当教阮常时当受圣神的感动。这是恳求圣神高化圣位传道，互伊会当伫传讲上帝信息的时，有主你的引带甲带领，会当显明上帝的旨意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心内，当受圣神的充满。愿天父接纳阮用诚实甲心灵的敬拜，这点请大家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我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高灵教，你的旨意执行，你地人亲像伫天人。愿你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一市，靠你阮的爱。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所接请大家同心同声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利益的创造，负责任甲以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文字，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
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而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启用文，今仔启用文是诗篇97篇第1节到第9节。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应。伫第9节时，请大家同声来回应。耶和华做王，得着快乐，众海事得欢喜。会行伫伊的面前，烧伊四围的对敌。伫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全地的主的面前，遮的山羊亲像蜡。凡那服侍雕刻的偶像，用虚假的神自夸的，拢着受见笑。恁遮的神啊，拢着敬拜伊。因为耶和华你是至权，pār过全地，你是至尊，pār过生命。煞接，请大家同齐领受上帝的话。今仔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到34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34节。台语汉语版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154页，何修篇的圣经是记载新约圣经206页。我用台语汉语版的圣经来恭读上帝的话。若是半暝，保罗西拉祈祷，吟诗讹乐上帝。关伫假年的人也注意伫听。忽然地大动，地到地的地基拢摇动，遮的门也两边拢开，众人刑具一尽落，过江的人醒，看见关门开，拍算家常拢已经逃走。就背倒要家己刣。若是保罗大声叫讲，无得家己伤害，阮拢伫遮。过江的人叫人举火来，贴入去，摇摇带拍伫保罗西拉的面前，带因出来讲：先生啊，要着怎样做，才会得着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就得着救，以及你的家，就用主的道理讲互伊甲伊家内拢总的人听。伫迄暝迄时，过江的人带因去洗因的伤，伊甲伊全家人一时拢受洗礼，带因上伊的厝，备办互因食。已经信上帝，就甲同家大欢喜。愿上帝的话刻条伫咱的心。讹乐，圣歌伫要讹乐的诗歌是对今仔日起。
是你保守我的心，伫适时的时阵，是你甲我开头前的门。伫死别的时阵，你用耐心搁带我倒转。主耶稣，你是我人生的第一，我的一生拢属于你。今仔日圣会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注意谛听。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来到上帝面前，同齐来敬拜。敢有注意到，咱今仔日所读的信仰告别真特别。咱平常时较少来读一段的信仰告别，因为今仔日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的环境的主日。其实咱伫基督徒的生活，咱嘛慢慢咧注意一件代志，就是基督教信仰毋若是甲咱讲起咱灵魂，也是人际关系的事难兄。基督教信仰乃是甲讲起咱规个人甲人，以及人甲万物安怎来相处安尼关系。所以特别伫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有一段安尼讲：咱人有文艺、有科学、有各种的制度来帮助咱，不过咱误用这个温数。地教人以及万物安尼关系来破坏。毋知咱即马暗时咧困的时阵，你敢有开冷气啊？敢有人到即马也未开冷气啊？哇，真！第二堂礼拜比较多，我家己是冻袂调的，爱开冷气，因为是伫3楼这个加盖的铁皮屋安尼。不过咱拢会感觉一个代志，就是今年的热天特别热，咱敢有感觉？遮咱即马到5月。也毋是正式进入到夏季的时阵，不过已经是真热。除了今年是暖冬以外，科学家嘛注意到咱大气内底这 CO2 这二氧化碳，实在是愈来愈多。特别是今年有几个所在拢破纪录的高温，比如讲伫4月的时阵，伫越南的中部都达到44度啊，4月中难尔。啊，伫5月的时阵，俄罗斯的西北，这本地伫平常几年拢差不多到5月的时阵，搁差不多10度还是15度的安尼气温。今年达到31度。伫顶礼拜日的时阵，伫北海道、北海道海岸的所在，达到得要40度。所以咱拢感觉讲，哇，这气温实在是愈来愈烧，愈来愈热。咱看到正面这张图片，这是伫挪威的北边有一个海岛有一个岛屿。伫100年前有一个真济冰河，足水的哦。不过到2003年，这已经是15年前啊，已经看无冰河啊，全拢扬起啊。所以咱真正是看到咱人类所面对整个环境的挑战，实在是真大。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毋若是伫咱的生活、伫道德、伫信仰、灵性的顶面，咱来思想咱的信仰。咱伫地面上，咱嘛尽量做一个好的管家来管理上帝予咱的这片大地。伫顶礼拜我去菜场买菜，买到一支白菜头，足水的哦，这样胖胖的，很漂亮，很大，拢对玻璃来的。头家娘就互我一个真大一个塑胶袋，我甲伊讲免，我遮有。我毋免摕塑胶袋啊！一直要摕互我，讲你安尼无方便啦，你就摕一个袋安尼。我一直甲伊讲袂，又感觉奇怪呢。你方便你摕一个塑胶袋是安尼推来推去，推遐久是做啥？不过兄弟姊妹，咱伫生活的细节下面，咱可能无法度做到一个真大的代志。不过咱伫生活的细节，无论是使用塑胶袋是电火，还是讲咱平常交通的方式。咱尽量用较友善地球的安尼方式来过咱的生活，过一个较简朴的生活。我相信这嘛是上帝对咱的旨意。就着今日的环境主日，搁一摆信仰，甲咱讲起，咱着爱来听大自然以及环境的声。
转来到咱今日的使徒行传，其实嘛是咧讲起一个注意得听的经验，注意得听的经验。伫使徒行传，咱阁知影，使徒行传阁互人称作是圣神的行传，圣神的行传。咱感觉会记起伫前两礼拜，咱柯牧师甲咱讲起，讲彼得有做一个梦。做一个梦，讲有一个真大块的布对天顶降落来，内底有各种无清气的一寡的动物，有飞鸟啦，有这爬虫类啊，有真济真济。结果上帝声就叫伊讲，你着爱抬这来食。所以咱看起伫使徒行传内底，圣神真正是兴起真济真奇妙的作为。来到咱今仔日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个圣经的焦点已经对彼得转到保罗。咱会当看见对使徒行传11章开始，保罗都开始做一个真重要的传道的工作甲角色。伊到真济所在，伫安息日时阵，甲犹太人辩论；伊到外邦的所在来医病赶鬼，互人看见真济上帝信者，有信者甲基督对着伊所传的道理，所以真正是做了一个真大的工作。不过今仔日保罗传福音的脚步已经来到这个欧洲的所在，对亚洲进入到欧洲的所在。这是咱今日的经文伫头前有描写讲，哇，伊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当伊坐船对亚洲来到这个欧洲的所在，这是已经来到菲律宾的所在，是马其顿省的所在。伊到遮遐个时阵，无想靠有一个看起来头毛散散，敢若起笑的查某囡仔对伊落来，原来是互鬼附身。圣经安尼讲，有一个女婢伊互卜卦的神上身，卜卦的神，这若是对原文来看，这是一种蛇的神，一种蛇的神啊，毒蛇的神。咱毋知伫这个所在有安怎的偶像敬拜，不过圣经描写讲，这个女性哦，伊就看到保罗甲西拉，就甲因讲，对众人讲，这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这是至高上帝的仆人。所以保罗甲西拉也未开始传福音正结果魔鬼已经咧帮伊宣传啦。哇，这真互人真着惊的这个状况。不过经文描写，毋知保罗是按兵不动，还是无要交遮会规个城市的状况，伊无马上甲遮个鬼赶出去。原来这毋若是拄着一种灵性，还是讲这个圣神甲魔鬼安尼争战。咱伫经文内底敢看到，原来这女婢的主人是要借着伊来趁钱，所以咱看到有真济咱信用内底，其实毋若是有信用的成分，乃是甲这个金钱，乃是真紧紧安尼搭做伙。所以保罗毋敢随便来动这个动这个女婢，惊会当这个会动到太多这个城市里面原有得到利益的人。不过保罗有关是真勇敢，过几日了后，伊实在挡袂牢啊！伊可能想讲，哇，我要传福音，这直直讲，安尼我是要安怎？所以伊就命令这个恶鬼对女婢身上来出来。咱毋知这是一个真大的圣神甲魔鬼的争战，还是讲这女婢有一点这个精神无正常的状况？无论是安怎，无论将这个鬼来赶出来啊，结果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这个主人伊趁钱的工具无啦，咱看到这实在是真无好的一个描写的状况。原来人的性命为着趁钱，竟然互人压制，竟然互人当作工具来使用。所以保罗对安尼的性命状况，真正是真不捌。不过，当保罗做了这个动作了后，哇！这女婢的主人可能是这城市内面大咖的就对啊，所以将伊都告到这个市政府里面啦。所以这市政府都甲伊关监，搁甲伊拍，用棍仔甲伊拍。所以经文描写讲，拍真侪下，都甲因关落监里，关入去内底搁用
这个茶把因脚给扣起来呢。哇，这个真是动到不该动的人啊！所以拄到安尼状况，唔知因伫拄到安尼的状况，因到底会安怎想？咱讲使徒行传是信心的行传，保罗嘛做着信心的脚步，安尼传福音，敢若真顺利，传道赶鬼医病。不过到这个所在，那也未传福音进前，都已经互人关入去监呢啊！哪会安尼？我家己无关入去监狱内底经验，只有小可上款一点上款的经验，就是做兵。做兵特别是要收假的时候啊，哇，这拜日哦，要5点都要晚点名啊。下晡时坐这游览车到军营时阵，看到每一个人的面啊，不是蓝色的，都是青色的这个不是涂那个迷彩伪装哦，而是大概压力拢足大的，我想讲哦，有人关入来啊。所以这做兵的人哦，即马已经较好啊，即马够做4个月的兵了呢。我迄时是做1年兵，咱在座已经有人已经是做过3年兵的，对不？所以咱会当想象，迄种互人关起来，迄种无自由的迄种状况是安怎？真正是心内就白白足郁卒的安尼。咱会当想象伫监狱内底，即种气味，迄种的湿度，迄种的规个人咧彼此咧讲的话，是安怎的状况？因一定袂讲真正面的话，一定是有真侪大家彼此讲真侪咒詛的话。真侪负面的话，真侪批判的话，真侪人生无五望啦，安尼的话拢出来啊！伫安尼的状况，咱会做什么款的反应？咱会做什么款的反应？有一片我真爱看的一个影片，叫做《刺激1995》因为这个片是伫1994年所翕的。这个电影是咧讲起一个人，伊受关监了后，伊其实是无辜的，安怎伫监狱内底经过一寡的生活，后来经过一个20年的过程，伊家己乌壁，用一个小小的这个凿子啊，把墙壁挖开了，如何逃狱的故事。所以讲起人对受关监到得自由的迄种的过程，是安怎的安一个过程？其中有一个画面，我印象真深是伊互人关监的第一天。当然，互人关监第一天，像保罗安尼，互人拍、互人勒骂、互人侮辱，或者用力这水互人冲安尼，食物件哦，真正亲像粪扫安尼。不过这毋是上困难的时阵，上困难的时阵是伫暗时，当晚点名了后，每一个人进入家己的处所内底。监狱的门，砰一个关起来，迄种的安静，迄种的受关监的白目，迄种的无自由，心情才归下落来。所以对电影内底描写讲，当监狱的门关起来，10点了后，有人挡袂牢啊。有人第一天入去了后，开始大声喊、大声哭起来。哇！咱这出电影内底，这是重刑犯入去的所在，每一个人拢真歹呢，袂随便流目屎。不过伫迄种的状况，人的心内的实在是挡袂牢啊，规个目屎、规个嗷叫拢滑出来啊。保罗甲西拉，互人拍、互人关监，都亲像安尼的状况。伫安尼内底，咱会做什么反应呢？咱实在是毋知。不过，咱可能会想到一件代志，就是保罗毋是一个人受关监的，伊是甲西拉2个人做伙上关监的。我们有时候说患难见真情啊。不过，咱伫日常生活顶面定定体会一个代志，就是伫患难的时阵，无一定是拄着好的朋友，反正是患难的时阵，有真侪心情会出来，真侪困难抵到人会常常会埋怨，甚至是对家己上亲密的人。有一个话是安尼讲，若是2个好朋友，上好是莫住做伙，上好是分开2个所在住。
这里毋是真理，不过有一个真大的道理。原来朋友咧，互相咧开讲，讲一寡生活、工作，甚至信用的代志的时阵，拢真默契。不过真正吼，咧带做伙的时阵，有真侪生活的细节都出来哦，对无？你做这无习惯，你若动我的物件，你若无去倒粪扫，你若贴暗，你搁去看电视，种的拢出来。搁较毋免讲，咱若是做伙同工拍拼的时阵，其实咱伫教会内底，咱嘛感受会到，咧平常时做兄弟姊妹较简单，要同齐做干部，要同工的时阵，有真侪挑战都出来。所以咱讲常常当保罗甲西拉同齐上宽假的时阵，因会讲什么代志？西拉是毋是会甲伊讲？你是安怎赶迄个鬼啦？你摆赶都无代志啊！有遐济鬼会当赶，你赶迄做啥？敢会安尼讲？也是讲哎哟，上帝啊！传福音哦，上帝，你若禁止阮伫亚细亚、伫亚洲传道，哪来到这个所在啦？那也未传福音哦，鬼都帮阮传福音，阮阁受人关干，敢会有安这个心情出来？不过咱看到经文，毋是安尼描写的。若是对咱的心情，咱可能有安尼真侪怨妒的话出来。不过咱看到，这对宣教士，因互咱做一个真好的模样，因竟然伫安尼情况。竟然伫家国内底开始吟诗学乐上帝。因到底是唱什么歌呢？圣经无描写。不过咱会当想象，因可能是唱起诗篇，可能是唱起以赛亚书。伫诗篇119篇有安尼讲，有可能就是因唱的歌的其中一段，咱同齐来念。诗篇119篇60节到62节。歹人会所白伫我，总是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我因为你公义的判断，半暝要起来感谢你。我半暝要起来感谢你。的确，伫犹太人后来惯习内底，像彼得伊伫中昼时伫厝顶咧祈祷。犹太人的惯习，因一工祈祷3摆。真有可能保罗甲西拉因伫受关押的时阵，咱毋知是几点，咱敢若知影是暗时。不过因无讲伫遐讲怨妒的话，无伫遐讲失志的话，乃是唱起真济的诗篇，唱起真济侮辱上帝的话。经文安尼描写，讲正受犯拢注意在听，拢注意在听。我想，伫这情形内底，一定毋是保罗的声音真好听，嘛毋是保罗的和声3度和音真美妙。我想有可能有一个状况，乃是伫这个家国，伫这个充满这种紧张失落的气氛的所在，人竟然听起，哪有误梦、有懊恼的歌词传出来？这歌声，听起来毋是讲介好听，不过哪会遐平静，哪会遐呢有误梦？这个受犯可能规空伫家国内底，互相礼骂，互相讲一寡不得不起的代志。迄时哪有一种遐呢平静的声音？毋是哭的声，毋是咒诅的声，乃是懊恼的声。正受犯拢注意来听。我毋知咱伫生活内底，咱拄着安尼困难的情景，咱有安怎的反应，安怎的想法？咱虽然无一定有关过家，也是讲受这种压制的状况，不过咱生活内底确实有真济的困难。若是对一个较大的来讲，有政治社会困境的困难；若是对咱的工作也是关系来讲，有咱家庭甲工作的困难。也是对咱的家庭内底，咱敢会有真济安尼家庭的困难、沟通的困难，毋知要安怎甲咱的父母、咱的师婿、咱所亲爱、咱所照顾的人，要安怎安尼来相处？敢有真济的心情会出来？
过几工是历史天安门的事件，这嘛是全球华人真注意的这事件。伫30年前，伫北京天安门的广场，遐个学生搁一摆要追求新闻自由、追求民主，不过最后互坦克车互因压过去。对30年了后，咱犹原无看到中国大陆规个社会有较大的突破。反正咱看到有真济若是对咱信仰来讲，有真济基督徒，无论是官方的教会，是地下家庭的教会，拢受迫害。咱对这款大的社会情景，咱实在是有真大的土愧。咱可能无一定注意到真大一个社会状况，不过咱一定会注意到咱心内，也是咱平常时咱家庭工作的状况。咱敢会有真济埋怨，真济讲安尼状况，我毋知安怎来突破。我心内有真济逼迫的代志。咱常常伫安尼困难内底，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咱爱讲这个责任到底是谁造成的？安尼困难的状况到底是谁造成的？哦，一定是你哦。啊，别人佫讲一定是你哦。到底是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或者是阮的责任，还是咱的责任？咱常常拢用一个镜头来甲人讲，这是你的责任，你是我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无问题，这责任爱用好清楚，这伫工作的分配顶面一定爱清清楚楚。咱最近咧，有真济为着咱的教育馆咧开建委会，咧开咱的为着咱的建筑，哇，这实在是有真济需要真密确的责任的分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事工需要这样很明确的来进行。不过，若是搁较进入到咱的心内，敢若责任的分工是无共的，是无够的。若是敢若有责任，那你做你的责任，我做我的责任，难道无要够交叉的，对无？咱的性命无一定有搁较深的安尼关系。不过，这毋是听伫关系的内底上大的表现。所以有老师甲咱讲起讲，咱伫咧听，还是咱伫咧互相沟通的时阵，到底有怎样的方法呢？还是咱定定会拄着怎样的状况呢？咱今日对一个简单的5个无共款的沟通的方式，咱做伙搁一摆来思想。第一摆是天气型的这种沟通，这种沟通吼，都是真自然嘛，是真简单的。今日天气真好诶。哦，今日你是要去买物件哦？这种真表面，也是不过是互相拍招呼的这种沟通。这种沟通我上会晓，因为拄着真侪人哦，无一定随时都知影伊性命还是心内真侪的状况。不过要甲人关心的第一步，天气安怎？你最近安怎？哦，要去买物件。哦，今仔日衫穿了真水哦。不过我想这是一个真心的流露。不过，这种话若是讲伤济吼，咱会感觉讲，甲这个人的关系无介亲密，对无？大概拢是讲起天气，讲是衫安怎，讲起一寡较无重要的代志。这是沟通的第一步，不过也无够深入。第二种是控制型的这种的沟通，什么是控制型的？其实这种沟通也是带着真济的疼，不过常常会用这种责备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安怎讲的？爱讲甲你讲遐一摆吼，你就是无要听啦。像安尼讲，你吼都是真无路用啦。咱敢会安尼甲咱厝边的，毋是甲厝边哦，特别是甲你真亲密的人安尼讲。其实咱咧甲人讲即种的话时阵，其实心内有真济的疼。心内其实真济心内意思是讲，我就是希望你搁较好的咧。我就希望你会当搁较进步的咧。不过咱定无法度用正面的言语，反倒用这种责备的方式来展现出来。第三种是这种警察式的这种沟通的方式，毋是讲无尊敬警察哦，不过是咧讲起咱咧沟通的时阵，无小心有这种对话出来，敢若咧甲人质问的共款。你怎话？你是要去倒位？
还是讲啊，你讲遐久哦，你到底想要讲什么？你讲较清楚咧。咱讲会听到即款的声音，还是讲即款话？其实要这远景式哦，这嘛是要搁较想要搁较深入了解。这个人到底是咧想什么？还是讲你真正你话来意思是什么？不过若是无小心，就成做一种质问的这种态度，会互人两个人的关系会搁较紧张。那是安尼讲，咱敢有希望有安怎的沟通的方式？第四种是重点式，也是搁较深入的沟通安尼方式。这是安怎讲呢？我听到你真悲哀，我看到你真悲伤。咱敢会甲人对话的时阵啊，有人笑笑啊，讲起说哦，我以前哦真艰苦啦，啊，我以前是安怎啊？不过我即马拢真好，笑笑安尼讲。不过你咧听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哇，原来这个人内底有遐尼济故事呢。原来哦，伊成长的过程内底，原来有遐尼济艰苦呢。原来伊即马看起来真乐观，不过伊是用真济责任感甲真济压力背伫肩胛头顶边。只是你若是会讲，我有看到你真悲伤的一面。哇，这个人可能会哇，你怎么那么懂我？你哪会当接到我的感觉？第二个鼓励，若是有人甲你讲，我的计划是咧做什么？你甲伊讲，哦，有安尼梦想，其实真无简单哦。有安尼梦想真无简单哦。咱常常拢会甲人讲，啊，你讲这吼无实际啦，啊，那你嘛袂晓做啊，你来做看卖，对吧？不过若是咱人咧甲咱分享伊的一款梦想，还是一款想法的时阵，咱敢会听到讲，哇，原来这个人有遐正面的一面，原来这个人希望对人类社会，还是对伊边仔人有遐尼济听，希望互因搁较好的代志。咱若是会当听到这个人背后有安尼的梦想，甲伊讲，哦，有安尼的梦想真无简单哦。不过我甲伊建议，你会当做安怎的调整，互你的梦想会通搁较实际来行动出来。安尼是重点性型的沟通。第五种就是咱今日伫经文内底，也是耶稣定咧甲咱讲起的一种沟通的形态，就是使命型的沟通。例如一摆有一个囡仔看病老爸来求耶稣来医治伊的囡仔，耶稣甲伊讲：啊，你有信心无？你若是有信心，你的囝儿都会当得到医治。我想到这位老爸真诚实。甲耶稣讲，我信啊，我所信的无够，你着帮助我，你着帮助我。原来这是伫一种信仰的对话内面，伊真诚实来表达，伊是软弱的，伊想要信，不过伊信无落，伊真诚实安尼甲耶稣来讲。其实耶稣家己嘛有安尼的心情，伫特别上十字架见证。耶稣伫一个人咧天父咧祈祷的时阵，有安尼记载讲：愿你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咱敢有想过一件代志，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伊实在是真惊吓，伊实在是真惊吓。原来上帝囝伊用人的肉身来到这世上，咧做一寡代志的时阵，伊嘛会当体会人的迄种惊吓，甲软弱是安怎的情形。所以咱伫讲起生命型的沟通，咱是毋是有安尼的好朋友？你会当甲你真正心内真白白，也是真惊吓的代志，会当真诚实来讲出来。你毋免勉强家己讲，我有信心，我做了真好，我真有责任感。当然，这个是一个真好的责任的表现。不过，你上心内的烦恼、忧虑，你敢有安尼好朋友，你会当甲伊讲出来。伫保罗甲西拉伫监狱内底的时阵，我想因已经有安尼生命的沟通的关系，啊无因早就冤家啊。不过，上帝互因一个更较大的恩典，就是因照着安尼唱诗歌来激励因的信心。咱看到这个因伫监狱内底的祈祷唱歌，毋那是两人的沟通来听，也
安尼祈祷带来一个真大的困难，甚至上帝的手甲心者亲自来介入这事件内底。经文描写讲，家家门拢拍开啊，因为有一个真大的地动发生啊，甚至是因互迄木叉枯掉的，拢规个破开啊！哇，正受烦，我想讲哇，总算会当逃走啊。不过，伫这真大的事件、真大的新热发生了后，因无逃走，因无逃走。咱看到西瓜是来带来咱生命当中一个真大的力量。兄弟姊妹，你敢有一首你真爱吟的诗歌，还是几啊首真爱吟的诗歌，帮助你伫心内逼迫的时阵，帮助你伫实在是人生有一块的坎站无法度行过去的时阵，来帮助你行过这个坎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有一个牧师潘霍华。伊伫1944年的时阵，互纳粹德国关伊入去监狱内底，因为伊计划要刺杀希特勒。伊伫监狱内底的时阵，写了7首真优美的安尼诗歌。伫诗歌内底，伊虽然知影伊已经会上判刑，一定会死，不过伊犹原无失去对上帝的仰望。伊7首诗歌内面，拢是讲起真侪对上帝的颂赞、甲懊恼，以及对人生的仰望。我相信安尼的心情，毋是伊勉强家己爱用一款乐观的态度，乃是上帝互伊伫生命有一个更较大的仰望，互伊来体会。伫这首真水的诗歌，所有的美善力量，最后一段歌词安尼讲。所有美善的力量，拢奇妙的热看。无论如何，拢期待迄个安慰。伫暗时，伫早起，伫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拢要甲咱三甲伫地。这首诗歌实在讲了心水。伫这个人，伊敢若是无有明仔载，无有仰望。不过，伊伫歌词内底。竟然安尼描写讲，伫早起、伫早时、伫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的美善拢要热看，上帝咧甲阮同在。所以咧，潘霍华牧师真正是现代的保罗甲西拉，甲咱用讲起，互咱一个真大的激励。上帝仰望的确要互咱超越安尼的失望。当这真大新热发生了后，这个国家的马上来到保罗的面前，甲伊讲：我应该安怎做才会得到救？我要安怎做才会得到救？真侪基督徒几年以来，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无毒朋友啦，甲我讲起问我一寡信仰的代志，真少人甲我问起信仰中的一寡重点。大部分拢是讲问一寡较无重要代志，讲你做牧师牧师甲新妇有啥物无共款？你做牧师阁会当结婚哦？哪会遐好？拢是无讲起即款代志。其实这代问题嘛真重要啦。不过真罕的听见有人问起信仰当中真重要的一寡重点，也是讲起救恩的代志。不过这个国家竟然甲保罗跪伫面前，甲伊讲。我着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救？咱若是来看，其实伊一定毋是咧讲起信仰的代志。伊是罗马人嘛，从来毋捌听过福音，伊哪知影讲得救无得救，对信仰内底是安怎？伊真有可能是咧问讲我要安怎吼？我才会当保留我的工作啊！我今日就闯了一个很大的祸啊！我是要安怎？结果伊嘛是可能咧问，伊看即两位保罗甲西拉，想讲因唱歌嘛无安怎的，若唱歌家门就拍开啊！即两个人是谁啊？有够恐怖的人，所以紧紧跪伫因两个面前，甲伊拜讲：先生啊，你毋通甲我伤害哦！我阁有某囝要饲哦，可能是安尼的情形。不过保罗就真好的抓住即个机会。甲伊来传福音，甲伊讲，着来信主耶稣，
你就会通得到救，以及你的全家。但是用一个较明确的一个法律是讲，你甲你的全家就来信耶稣，你的全家就爱来得到救，你甲你的全家就爱来听福音。保罗真紧紧来把握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甲因讲起耶稣基督大救恩的代志。无毋对，咱看到伫一个困难的状况，保罗反倒甲伊活转成做一个传福音的状况。咱可能会想，这敢是保罗吼伊真有灵性我著真困难的时阵，我著连歌词我拢唱袂出来啊！搁要甲人传福音，这段经文是咧讲啥？其实我想保罗甲西拉的见证，咧讲起讲，毋是因两个人真虔诚，所以因才会当甲人来传福音。咱若是对使徒行传15章开始讲起，就看到讲，迄时教会其实有真侪分裂，有真侪纷争，其中一项上大因咧讨论是，到底要互外邦人行割礼无？到底外邦人会当食猪肉无？因为这是犹太人拢无咧守、无咧做的一寡代志。保罗伫使徒行传15章第11节到12节安尼见证，咱做伙来读。咱是对主耶稣的恩得到救，亲像因一样。这是咱所信证人拢见证。听巴拿巴、保罗讲起上帝用因伫外邦人的中间所行这的新约奇事。所以咱就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阵，毋是伊家己爱传啊听，毋是讲我真热心我去传恁伫后面恁拢免做啥物代志。因乃是将这个传福音互外邦的这事，搁一摆带到门徒，带到教会群体，请因做伙来祈祷，请因做伙来讨论，请因做伙来搁一摆甲因切恳。所以咱就学到一个代志，原来上帝要叫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嘛照着这无信的外邦人，搁一摆传福音互已经信耶稣的人。伫咧传福音的时阵，主耶稣搁一摆对教会来传福音。伫几年的时阵，咱伫这几年拢有到外国的宣教的所在。伫这几年是去到马来西亚。伫几年的时阵，我甲几位同工都伫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遐个牧师都摕几张福音单，互咱去分。咱知影无？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袂当随便对人分福音传单来，因来传福音。不过会当对华人来传福音。所以阮都到华人的社区，不过我目色真金真深切甲看。这个人是华人还是毋是？有个人皮肤色较深，伊是华人还是印度人实在是分袂出来。不过咱都去遐传福音。咱看到这福音的手册嘛，真趣味这毋是咱像咱在台湾的福音手册，讲有4部带咱传福音。这手册拢是讲起毋通跋筊，毋通啉酒，因为伫马来西亚的状况，可能有真侪兄弟姊妹有安尼困难。不过伫遐传福音的时阵，其实阮正当中都感觉到一寡代志，阮只不过是去街仔顶体会传福音是安怎。转来时阵，真侪同工都分享，真热甲人讲起福音，甚至是干那要摕这张单互人，有真大的困难。若是拄着华人听有中文要甲伊讲这个救恩，讲耶稣听你，这句话要对嘴呢讲出来，需要一个真大的勇气。所以感谢主，感谢树林教会伫咱每一年有真侪福音事工的时阵，兄弟姊妹拢伫背后替阮咧代祷，替阮咧奉献，甚至有真侪兄弟姊妹用恁的假期，用恁真侪恁的所有做伙来参与这个宣教的行动。所以求主帮助阮，互阮听到有人也是
听到圣经讲起一个真大的福音的行动时阵，咱毋通想讲是遐是安尼，遐个高人去做的代志。咱对使徒行传，咱就看到传福音的行动是教会的回应，是教会伫背后的支持，是教会不断的车牌安尼的行动。所以，咱对今仔日的经文，咱各一摆做伙来思想。第一，敢有一首诗歌，互伊的歌词甲旋律，会当互你一个真大的力量，特别帮助你伫困难的时阵，这首诗歌亲像保罗甲西拉伫监狱内底所唱的这首歌同款，互你脱出安尼受关押的安尼情形甲状况。第二，咱头拄所讲起迄5种的沟通的模式内底，你最近的生活，你较经常性的是拄着安怎的沟通，敢有改善的可能？咱做伙来努力。第三，伫教会整体见长见人的宣教的行动内面，咱敢会当参与什么？咱敢佫会当付出什么？咱佫一摆来思想甲回应。这时，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照着你的仆人的见证，互阮看到主你伫逐世代，主你都差遣你的仆人，来超越文化的界限，超越种族的界限，甚至是超过真侪教会传统的界限，要互人更较侪人来认捌你的福音。主求你帮助阮，互我有会当听的耳孔，互阮静静来听阮边仔人所对阮讲心内的话，互阮深切来听主你对阮生命的计划。互阮诚做一个教会，认真来听主啊，你对阮教会的责任，互阮搁一摆，主啊，你安怎要差派阮，互阮到世上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嘛，求你来帮助遐有真济受关押伫各种迫害内底的信徒甲兄弟姊妹，求伊保守安尼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真济的帮助，互因的心伫主耶稣的看顾内底。主啊，你互安尼的情形来改善。主，求你伫遮听阮的祈祷，都从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兄弟姊妹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74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咱唱第1节到第4节。兄弟姊妹起立。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人回想向前的事，相信听当会带来美丽，安然有困孤单过去，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相信关联到时光路，通过你我互世间问候，真心望定心去做，靠主相信坚固咱心志，勇敢行出有的过去，希望做我又上路带领，对信心路我献意，愿我的主做情带咱去，运用见证行通作为，这是定时出发的日子，特别将的我心安眠。
请坐，请大家用感恩的心准备奉献。请起立。兄弟姊妹，请坐。请大家同齐来念经句。今仔的经句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我念2摆，我念1摆，兄弟姊妹对咧念2摆。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对伊的话来信的我的人求，互因拢做一个。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互因拢做一个。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互因拢做一个。愿上帝的话记在咱的心。煞接，咱来欢迎今仔有一位新朋友，2位周怡婷、周月成，这是义群的朋友。是啊，因是台东县教会的会友，恁是来遮佚佗吗？欢迎你以后有机会过来。这是义祥的朋友啦义祥毋知有来无？伊可能做伫迄边欢迎欢迎。煞接，请大家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后礼拜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嘛是圣神降临节。后礼拜有举行圣礼典，请备办心。
6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买。5月25号到6月6号，科牧师、牧师娘甲本会兄弟总共有20位伫以色列参加特会，请为出入平安代祷。6月7号5日节，办公室休困一天，祈祷会降天一摆。6月8号暗时7点，宣教事工部举办宣教讲座，欢迎兄弟踊跃参加。6月15号早起9点半，关怀事工部举办关怀讲座，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6月15号下晡1点，伫礼拜堂举行音控影音同工训练。因为有换新的设备，请音控影音同工甲各团体代表一定爱参加。另外，嘛欢迎有兴趣服侍的兄弟报名参加。2019甲金句有约已经进入出埃及记，邀请兄弟踊跃参与。明仔载早起9点半，小年团体举行月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6月14号早起9点半，小年事工部伫网甲教会举行感恩礼拜甲专题演讲，请要参加的兄弟伫6月5号进前报名。各有关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人管奉献项目，肯伫招待道，欢迎兄弟联系。以下是各有关兴建工程的进度，请代祷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感谢上帝，互咱的牧师有甲拢总有20位的兄弟姊妹，即摆已经离以色列，我来报告因即摆状况。因即摆已经行完西奈山，爬起西奈山，因即摆大拢真平安，像煞接过一礼拜，请咱继续为因的平安来代祷。煞接公道，请圣为传道。咱若是行到外面，咱就会当看到咱教育馆边仔的围篱已经拢拆起来啊。所以感谢主伫这个建筑委员甲施工单位的努力下面，咱看到建堂建人，搁一步一步咧进行。咱只是为着特别为着2项代志来代祷。第一个为着咱科牧师、牧师娘以及咱正同工20位伫埃及的所在，互因即礼拜会继续的行程会讲平安，嘛带着真侪圣神的感动甲教士转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分享。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请咱为着特别为着中国的教会来祈祷。咱头拄伫祈祷讲道的时阵，讲起历史天安门已经30周年的安尼纪念。头拄第一堂下礼拜时阵，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信徒，我就简单甲伊交陪，伊就甲我讲，伊是官方教会的，不过因伫真济咱知影其实伫官方教会，或者是讲是家庭教会，拢有真济忠心的信徒。不过，伊甲我讲，因伫官方教会，伊嘛真八百。伊讲定定，因伫重要的场合，因拢爱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所以咱知影，所以咱特别为着中国教会真济信徒，因互人压制，互人强迫，爱讲真济无合伫因信仰态度的话。不过，咱求上帝继续来帮助中国的教会。所以，咱即马特别为着这2项事来祈祷，为着科牧师、牧师娘甲咱正同工的旅行平安，那为着特别是中国教会基督徒。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搁一摆听到圣经的声音。主啊，求你拍开阮的耳孔，互阮真谨慎主来明白主你对阮的旨意是甚物。主，阮嘛为着柯牧师甲牧师娘以及咱的正同工，伫西奈山、伫埃及、伫圣地安尼学习。主啊，你毋若保护因的安全甲健康。主啊，你的圣神嘛帮助因，互因对安尼的旅程会当搁一摆、搁较深的体会上帝你的旨意，直到因会当转来甲阮分享满满的快乐以及喜乐。主啊，阮伫遮嘛为着中国大陆有真侪受压制的基督徒，有真侪属你的牧人已经受人关押、受人迫害。主啊，阮毋知安尼的状况要持续到什么时阵。不过主求你家己保守你忠心的奴仆，伫即个大地继续来传播你的福音。主啊，嘛求你，若是你允准，或者信徒会当减少受因的痛苦，甲受因受迫害。主啊，求你听阮祈祷的声，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请兄弟姊妹起立。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互阮会当听到主你在阮生命中的声音，嘛互阮会当真亲切来听到阮边仔的人有需要甲受苦的声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姊妹，请坐，默祷闭会。